野球12强锦标赛，中华队要拼入去参加奥运的门票。台南市政府嘛，伫台南野球场现场转播。也毋过，这个场内荧幕伤过远，寸尺嘛较细，互人根本就看袂到。民众甩叫，讲到荧幕遮尔细，看手机啊较规气。嘛网友伫咧滚酸笑，讲敢会是咧验实力。台南市政府讲，下暗伫咧野球场、户外广场会来到大荧幕，嘛希望球迷拢会当看甲搁较清楚。 中华队选手对着多名理解的比赛，头局一共就将球拱出去外口，互所有人看甲是热扑扑。世界12强棒球锦标赛全国拢伫关心，台南市政府嘛用棒球场大荧幕来咧播出，邀请民众入场来加油。只是这个安排煞来互人嫌。我们坐的位置离荧幕就是看起来荧幕很小，然后其实看不太清楚诶。讲真正是看袂清楚，来看网友抛出来相片，人拢已经坐伫咧荧幕嘅正对面，但是荧幕实在是离真远，有画面看起来只有一点点啊，加上荧幕嘅光线影响，根本就看袂清楚。有人伫咧网络来算，讲安尼敢是咧做目睭嘅检查，也是边仔应该爱来卖一个盲远镜。晚上的时候把那个就只剩那一道光而已，就基本上，而且荧幕台南棒球场荧幕本身就很小，荧幕那么小，在里面真的就拿手机看还比较快。将手机啊摕出来看，拢比看大荧幕搁较清楚，因为台南球场配备的是巨型的430寸的荧幕，加上甲观众座位都有150公尺，嘛，互人想要问，这是毋是咧考验目睭敢有好？架设了一个5乘以3.6公尺的一个大荧幕，在现场，目前大概5点钟已经架设好了。那欢迎今所有的球迷们、朋友们再来现场的观赏。 民众的海村，台南市政府拢有听到。7号这天会伫咧球场外口的广场来搭大荧幕补球，毕竟12强比赛是拍甲长咧咧，若是入场看球替中华队加油，颠倒来变做目睭的考验的比赛，安尼就真正是无意思啊！记者综合报道。